嘅時候，阿林生就話：應該咧就係俾睇唔到嘅失明人士，就方便佢哋咧知道個中心點喺邊度。咁我否認佢肯定都有呢個作用啦，因為但係當初設計嘅呢啲廠家咧 keyboard 廠家咧，佢又唔係咁嘅諗法嘅，佢純粹只係覺得方便大家用。係啦，包括佢哋啲英文字母，佢唔係 A B C D 順住去排咧，其實都係為咗符合啲人體工學啦。啱。嗰時候我哋都有講過噶嘛 keyboard 嘅設計。咁但係而家你再細心睇啲，原來喺 keyboard 裏面嘅 F 同埋 J 啦，咁係有個 underline 嘅喎，當然係突出嚟 3D 嗰隻㗎啦。嗱，咁我突出嚟嘅原因就係俾你咧知道，個中心位喺邊啊 ，M 就係呢邊啊。咁你如果你熟咗慣咗嘅話咧，咁你就知道旁邊係 D， 再旁邊係 S， 再旁邊係 A， 喺佢上面係 U， 即係類似咁樣。我仲記得我細個嘅時候，小學係真係有專門一科咧，係俾我哋去上電腦課嘅時候，學下 keyboard 嘅位置嘅，即係 keyboard 每一個 button 嘅位置嘅。然之後係有個專業嘅手勢咧，好似三隻手指擺喺個中間位，然之後唔知係點樣順住去撳呢個位嘅，就俾你可以打字快好多嘅，俾你一粒咁你撳，教你哋咁樣。係啊，我記晒咗啦。依家嚟講，未至於唔愛睇啦，覺得係要睇住打就安全啲嘅，所以都有好多 correct 嘅 function。但係我以前好羨慕嗰啲應該係做銀行定係乜嘢咧？佢哋係唔使望個 keyboard 咧，就好快地打出嚟嘅，哇！超能力咁樣樣。係咁，如果你日日都重複做同一樣嘢，我相信你都可以。最主要俾大家知道，原來 button 即係 keyboard 上面嘅 button，凹凸位係咁嘅原因。Yes， 去揾下 F 同 J， 你屋企或者你公司嗰個係咪咁咧？想要重聽 MyFM， 我要 test 你download MyFM 校玩連擊 podcast 就可以啦嚇，MyFM 好玩。MyFM 陽光燦爛係由 U 魔矛為你呈現，全新 U 魔矛 Ultra Prepaid 最快速 5G 預付配套，100倍更快，無限速度體驗，只需10 ringgit。喂，叫姐姐，對，講的就是你，趕快叫姐姐，姐姐。叫我姐姐。那位姐姐她來了，華語樂壇的電音傳奇，締造無數全民神曲的電音天后謝金燕要來馬開場了，這是她首度登陸馬來西亞，絕對不要錯過。姐姐。MyFM為媒體夥伴，Starfun 的新藝娛樂主辦謝金燕2026演唱會馬來西亞站將於5月9號星期六傍晚6點在圓頂世界圓心劇場炸裂開唱。跳針，馬上上到 myfm.com 或者是 rw.com 購票吧。更多你期待的演唱會都在 MyFM 好玩，準備好和姐姐一起跳針，卡卡的跳針，叫我姐姐。世界很忙，新聞很狂，我陪你邊講邊玩。世界很吵，新聞很多，我用一首歌幫你把故事說。新聞不只是看標題，而歌曲不只是聽旋律。每個星期六下午的1點鐘 ，MyFM 丙雲說什麼哈？一則新聞，一首歌曲，聊出當下情緒，再秀一句丙雲金句，完美星期六，揪你一起。媽咪，怎麼了？我在咳嗽。服用 Woods 薄荷露。Woods 止咳露含有濃郁薄荷露及愈創甘油醚，有效緩解濕咳和化痰，同時給喉嚨帶來舒緩感。好多了，我的包包呢？耶 Woods 有效緩解濕咳。謝謝 Woods。沃克西萊的止咳露，此廣告已獲得醫藥廣告局批准。有時候我們都忘了說謝謝。外賣遲了，我們生氣；水不夠冰，我們抱怨；紅燈多幾秒，我們就嘆氣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那個幫你送餐的人已經連續工作好幾個小時，那個為你泡咖啡的人今天還沒吃午餐？我大頭阿 K 和 MyFM 想說，善意也可以是看到別人的辛苦，把冷漠換成一點點的溫度。今天起，不要吝嗇你的好意，因為你不知道你的一句感謝，可能剛好撐住了某個人的一整天。張敬軒先生講過，噴泉之所以靚，完全係因為有壓力；瀑布之所以壯闊，係因為佢絕處逢生。所有嘢當我哋睇到好似冇路行、好大壓力嘅時候，可能佢就係一個契機嚟㗎。或者你會覺得依家嘅生活好難、好大壓力，但係只要堅持多少少，你一直期待緊嘅結果，好有可能就喺前面等緊你咋。我係 MyFM 肯定有料嘅 Aaron Bosco，同你一齊向心目中嘅目標大
大步邁進，堅持到底。呢個鐘頭就嚟收尾啦，下個鐘我哋有。7點鐘我要爆料，首先睇到，哇，有一個人呢6個月啊，收集咗好多嘅 Pokemon 卡，咁啊呢個收藏家咧而家打算賣晒自己所有嘅 Pokemon 卡，開價440萬 Ringgit 脫售喎。除此之外，見到 BTS 咧，哇，而家做緊世界巡演演唱會啊嘛，終於去到墨西哥啦，仲現身喺墨西哥總統府國家公陽台上邊喎，仲要 show 咗好多嘅西班牙語啊！哇，啲 fans 多到勁誇張啊！轉頭翻嚟俾你聽下現場嘅片段啦。守住 MyFM 陽光燦爛。晴天、雨天、上班、下班、上課、下課，都有 MyFM 好玩在你身邊，一起度過精彩每一天。MyFM 大事件是由 Perodua 為你呈現。這個5月份入手 Arus 和 Achieva 可享高達3000令吉回扣，想輕鬆擁有 Perodua 和便捷保養，立即預定你的 SUV 吧，附條規。熱愛環保又喜歡跑步的你，千萬不要錯過第21屆伯特拉大學中華文化節巨星遇夢之綠意歡樂跑，將於5月10日早上6點至下午2點鐘，在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UPM 的巴當卡瓦舉行。現場不僅可以邊跑邊感受綠色氛圍，還設有幸運抽獎，歡迎大家踴躍出席。我是 MyFM 周末 Game Start 的 Jen， 更多活動詳情或想分享你的活動，請瀏覽 mycom.my， 點擊 MyFM 大事件。無論今天面對任何挑戰 ，Perodua 陪你輕鬆面對，省油省錢，精明駕駛就選 Perodua。Petronas 焦點新聞 ，MyFM 全面追蹤，在 Petronas 稍作停留，順道走進科大 Mesra， 加添美好時光、美食和好物，還能賺取 Mesra Rewards 積分，這才是 Mesra。稻農翻耕補貼月中發放。早安，你好，我是香婷。為了協助稻農減輕種植前期的資金壓力，政府宣布將向稻農提前發放每公頃200令吉的翻耕補貼，援助金將從這個月19號開始分階段發放，並直接匯入已經登記的稻農銀行戶頭。不過農糧部提醒，這項預付款援助計劃僅限西馬稻農，東馬稻農則由於享有柴油補貼，不被納入在本次援助範圍內。公立大學錄取結果即將出爐，2025年大馬教育文憑 SPM 畢業生申請進入公立大學、公立大專和 MARA 高教組的錄取結果將在5月22號中午12點公布。申請者可以通過 UPU 網站或 MyGov 應用程式查詢錄取結果。高教部提醒，錄取結果屬於最終決定，不允許更換大學、大專或科系。要是沒有獲得錄取，申請者可以在22號至31號期間提出上訴。最後，本台正在招募新聞主播，歡迎符合資格者將履歷表和1分鐘的新聞錄音發送到 newsroom@astro.com.my。MyFM 體育新聞由 GWM 為你呈現 ，GWM V-G9 頭等艙 MPV 體驗，零重力座椅，21揚聲器環繞音響，可油可電，1000 km 續航，快到 GWM 展廳試駕。皇馬球星大打出手，內訌升級。根據多家媒體報道，皇馬兩大巨星巴爾維德和楚阿梅尼繼前一天發生爭吵之後，昨天直接上升到肢體衝突。巴爾維德更在推搡過程中傷口開裂，被迫前往醫院進行縫合。據了解，這次衝突的導火線是巴爾維德拒絕和楚阿梅尼握手，隨後訓練氣氛逐漸緊張，最終訓練結束後在更衣室大打出手。事件發生之後，俱樂部高層緊急介入，立即召開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會議，全體球員都參與其中，希望能盡快平息內部矛盾。消息指出，皇馬已經對2名球員啟動紀律處分程序。歐聯杯半決賽第2回合上演一場英超內戰，阿斯頓維拉主場4比0吊打諾丁漢森林，以總比分4比1，時隔44年再次殺進歐戰決賽。接下來，阿斯頓維拉將前往土耳其，在歐聯杯決賽中會師同樣晉級的德甲勁旅弗賴堡。歐協聯賽場，水晶宮在今天的半決賽4回合2比1險勝烏克蘭球隊頓涅茨克礦工，以2回合總比分5比2，隊史首次闖入歐戰決賽。他們將在這個月尾硬碰西甲勁旅巴列卡諾。我要爆料。早晨，我係周曾耀祖。早晨，我係顏美欣。嗱，你近排係咪都開始玩 Pokemon 卡或者留意到 Pokemon 卡嘅新聞呢？呢個就更加勁啦嚇！係啦，好多人都關注，哇，係咪真係咁
值錢㗎。咁啊，而家咧有一個收藏家，佢就用咗6個月嘅時間咧去收集好多嘅 Pokemon 卡，無論係 Slap 啦、Signature 定係啲 Seal Product 啦嚇。咁啊，而家收藏夠啦，佢覺得OK 可以啦，我就想要